Hello，我係輝哥仔。咁上幾條片咧都有講過，喺巴士度見到，估計唔少人都係喺深圳住嘅。咁就係每日來回深圳同香港喺度翻工啊。但係咧，我依家都要加入呢個陣營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去睇屋啊。咁約咗唔少嘅中介啦。咁喺網上揾到嘅大部分話直租咧，可能其實佢都係中介嚟嘅。咁我哋今日就可以一齊去睇下究竟深圳嘅租屋價錢同埋個環境係點樣啦。咁第一個嚟到嘅站咧係白石隆，就係位於深圳北站附近，或者最近好有名嘅紅山站啦，都係距離呢個白石隆站一兩個站嘅位置嘅啫。你換台了？这套多少钱3550。 ？3550。3万多啊？你设计完了？雖然話呢間屋啊，好似已經係香港賣緊幾百萬嘅樓啊，但係咧大部分嘅嘢咧都係好舊嘅，咁所以咧就都唔係好滿意。咁我哋繼續嚟睇下一間，下一間咧就係類似香港私樓嘅咁樣嘅環境啊，但係就冇會所，有個平台花園。這2個人住也夠了吧，帥哥？對，這個是。咁係 studio 啦，即係單間，一間房都冇，得個廳，跟住個廳有張床咁樣。租金咧就係4300。咁喺龍華區呢個位置咧，其實呢個價都幾貴。咁佢就因為可能係近深圳北啦，但係感覺上咧，佢屋企裏邊一啲家私咧都係幾新淨。整體上面咧比較容易打理，同埋佢個景咧係望住花園，咁就相對上冇對住馬路嗰啲咁嘈啊。4300。4300，管理費什麼？有，物業費的話大概是200來塊錢左右。咦，呢個有游泳池。這個比樓下便宜300，4000。4000。對。配置差不多基本是一模一樣的。咁再嚟下一間咧，就係約咗人哋轉租出嚟嗰種啦。咁佢咧就已經搬走咗噶。咁佢門都冇鎖，就叫我上去睇啦。但係咧，問題係咧，佢間屋非常之舊啦。咁就好多燈掣咧，其實都係有啲壞壞地嘅狀態，即係類似拍個掣咧，但係有啲阻力嗰種感覺。同埋佢係踎塔啦，整體個環境咧就唔係幾好嘅。屋外面又係咁，再加上我有2個細路啦，咁就呢種環境肯定係唔適合噶啦，所以咧就好快走咗，跟住再去下一間。咁跟住落嚟咧，就約咗第2個中介，咁就嚟到呢間複式，但係一開始咧佢都帶我兜咗一陣，佢都揾唔到個 number 喺邊，咁就係普通街道景啦。但係咧感覺呢種就會有啲似精裝修。咁精裝修有咩問題咧？就係有機會啲家私咧係用一啲好平嘅家私扮高檔咁樣俾你，但係呢種問題係咧，往往呢種家私係有甲醛喺度嘅。
唔可以話佢一定有，但係有咁嘅機會，同埋都喺呢個中介度得知咗一樣嘢咧，就係好多公寓咧都係唔俾有小朋友嘅家庭去租嘅。咁呢個中介咧就話可能係驚小朋友會整爛啲嘢啊，或者整污糟啲牆啊嗰啲啊。哦，你還有小孩？对，你小孩多大？幾歲啊？小孩啊，你還要住小孩啊？小孩很多都不給住的喎，公寓。不給啊？對，深圳的公寓很多不給住小孩，而且像你這種情況新房的話，我是不建議你。你小孩是幾歲5歲。5歲是吧？5歲還好，因為新房它是怕有甲醛嘛。嗯，對，這種算新的。這種不是已經住過人的，乾脆的。哦。你如果說是兩房，這個住小孩就可以了。因為小孩子很容易磕磕碰碰，出事了，公寓要負責的。咁得知咗呢樣嘢之後，都盡量去睇翻小區噶啦。咁小區嘅唔同咧，就係我哋要俾埋個佣金個中介，咁就大概係半個月嘅佣啦。咁我哋頭先睇嗰個好似私樓嗰個就係小區啦，小區就大部分佢係嗰啲私人屋苑咁嘅概念啊。好，咁下一條片咧，我哋就繼續跟住呢個中介咁去睇唔同嘅小區，但係咧佢中途都有繼續帶我去睇公寓嘅。咁如果想繼續睇落去，就記得 follow 我。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